现在我们恭请我们最敬爱的副前人，我们的冯元师、曾元师，要来为大家祈福。诵祈福文。4日，在营业义和爱上活动之中，共同举办法鼓迎亲、德惠传家感恩大会，爱上和成全体道亲以子女继承集结于活动，生逢生享，恪守礼拜，跪在明明上帝活动之前，地主顶诚心祈愿感恩，并感谢天恩师德慈悲护佑。今日齐家一同感念父母生母、丈母、生母赐甘心，感恩老前人。祝辈们以慈悲守护家园，敬以法治滋稳，滋养和谐文明，引领我们步入道场，得闻真理，改头换面，处因处德，天高地厚，明感我类，无法报答万因。祈求上天慈悲加持，保佑现场每一位长辈、子女们身体健康、心灵自在，福慧圆满，在圣愿修办路上，始终保持热情、以活力、慈悲喜舍、无量心，永不退转。第三，地主顶誓愿承接父母德行，以智力推动道化家庭，将孝道融入日常生活。愿这份德惠传家的精神，一代传一代，良善的家风永续，让佛光普照。每一个家庭圆满报恩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道路方便，全体道亲福慧成长，发喜充满，地主顶富福必福，天恩中华民国115年岁初丙午3月24日，今日经过。对，咱的来宾，咱毋当手动合动，也是双掌合十吼。咱即摆负责人要来甲咱祈福讲吼，甲咱的家庭来净化，来100块数哦，所以咱会当看到有功德。100块数，1再3、4、5、6、7、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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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再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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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好，咱现场啊，前贤他们一起跟母座哈，我们感恩一鞠躬。那我们也掌声感谢我们的付前人，两位讲师为大家祈福哈。请我们的付前人讲师还有来宾请互座哈，那大请这个来哦。
好，开始。